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谭民叔。今天是2025年3月28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最近房企又开始抢地了，最近的媒体铺天盖地的都是这种宣传，地王频出。近1个月来沉寂许久的土地市场再次爆发，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成都等核心城市纷纷上演地王争夺战，高溢价、高单价地块频频涌现，仿佛10年前的地王盛况再现。海淀某地块以10.23万每平米成交价刷新北京纪录，成都地王2周内2度易主，杭州土地市场诞生首宗单价超7万元地块已经又被刷新了。也就是你这个记者，你这媒体你报道你都跟不上。昨天这个杭州是首宗单价超7万7一平米，今天又刷新。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，杭州地价又创新高，达88029元每平米。3天前的3月25日，位于杭州钱塘江南岸的18号地块以77408元每平米成交楼面价，创下杭州土地市场地价新高。仅仅过了3天，今天就是3月28日，杭州地价再创新高，位于蒋村板块24号地块以88029元每平米成交楼面价被建发竞得，成交总价343463万元，溢价率达到了115%，那就涨了1倍，还不说明竞争非常激烈。24号地块创下杭州土地出让历史上多个记录，不仅是成交楼面价最高的一宗地块，还是首宗成交楼面价超8万元每平米的地块。记住了，这是历史上，你要从这个地王频出来看，你能想象说现在经济不好，那建发拍的这个地可是8万8一平米，这个是真金白银的掏钱，这个可不是什么地方政府跟那个开发商两人左口袋倒右口袋刷单呢，而且仅次于北京、上海、深圳，就是杭州今天创的记录。这给人感觉哪是经济低迷，这经济有点过热，不是这意思吗？这个比楼市最火的2020年还要高。房地产复苏了，房地产就以这种形式复苏。这还没完，你看这个云财经报道说，上海2025年第3批次土地出让成交活动正在进行，其中热度最高的是静安区推出的 N 什么07、03、02单元11121地块，这个属于大宁板块优质宅地，就是它是商业住宅用地。当天上午，经9名竞买人67轮竞价，最终以溢价率32.3%，总成交价24.86亿元，由大华集团旗下的上海华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摘得。该地块起始总价18.79亿元，起始楼面价70031元每平米，装修集采价5000元每平方米，也就是它装修的价格都是5000元一平米，也就是它这个楼面价将近10万一平米，就地价就10万一平米，它这个装修集采价是5000一平米，也就是这房子以后至少卖15万以上一平米。关键它溢价率32%，竞争激烈。还有一个就是成都也是最近有2起拍卖，也是地王频出。有人统计了一下，成都楼面价从1万元涨到2万元一平米，地价1万涨到2万用了13年，从2万涨到3万用了不到5，从3万涨到4万只用了16天。所以从这些数据来看，至少1线城市这个楼市它已经不是止跌回暖，而是非常火热，有过热的嫌疑。那这么说，这些1线城市至少经济那是相当的好，要不然怎么这个地王频出？我们看一个博主说的是大上海实体的现状，大家看视频。给你们看一下大上海实体经济的一个现状啊，姐妹们。然后这是上海的七浦路，曾经一铺难求，到现在的无人问津啊，整个市场都在旺铺转让，旺铺转让，然后房租都不要啊，你只要进来交物业费就给你用啊，但是还是没有人租。你看，整个市场的出租率不超过10%。我们的直播间在2楼，然后我租了一个很大的，1年只要2万块钱。100个平方，所以现在这个实体店怎么干？你看啊，干干净净的。虽然稀稀拉拉这个市场有一点商户啊，然后就是开口几个，但是依然是没有人的。所以你说这实体经济被干成这样子，到底啥原因啊？咱也搞不懂。反正每天也忙忙活活的，反正每天也都觉得做生意，跟坐过山车一样，天天时好时坏的。你看看这情况，哪里都没人。
我也不知道这个博主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总之，这个博主说的和上海帝王频出5000万一套的房子日光似乎不和谐，你很难想象他讲的都是上海。这你能把UP主女孩说的这个现象跟每天5000万的房子日光，完了这个帝王频出，你看地价就10万一平米，还10几万一平米的，你能把这两个都联系起来吗？是一个地方吗？如果你能把它联系起来，说是一个地方，而且你觉得不吃惊，习以为常，那只能说明咱们的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大。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，你跟着招行金葵花的那个数字，实际上就说明了贫富进一步分化，各地帝王频出，尤其一线城市已经说明了这一点。有钱人那还是非常有钱的，钱也在往少数人集中，经济形势虽然不太好，但是没有妨碍钱往少数人那集中，而广大的韭菜是越来越难，就这么个事。当然了，一面是帝王频出，一面是各个地方政府继续出台救市措施，所以这个也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。一边说这个好了，你看都已经 KTV 就蹦迪去了，一边这边还要打急救，还要输氧气，还要去 ICU 继续加量，药不能停。你看，首先是浙江义乌，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，浙江义乌3孩家庭购房补贴20万，这个是实打实的。义乌发布购房新政，经济实施，说一，实施住有所居首次置业购房补贴，个人及配偶名下在义乌市行政区域内无商品住房的，以不动产登记和网签备案为准，购买建筑面积小于150平且预售备案总价不超过350万元的一手新建商品住房，给予每平米1000元的补贴。这个力度说小吧也不小，说大也不算大，也就是2万一平米给你补贴1000块，也大概5%吧。实施多孩家庭购房补贴，符合国家全面2孩3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的多孩家庭购买一手新建商品住房给予补贴，其中2孩家庭每套补贴10万元，3孩家庭每套补贴20万元，每个家庭可享受一次。住有所居首次置业和多孩家庭购房补贴可叠加使用，这有福了。如果你是首套房，完了之后你又是3孩，那你这一下30多万就到手了，补贴你30多万。还有各地有什么上调公积金这个贷款额度，多的能到80万、100万，反正这些都是救市措施啊，药不能停，充分说明一边是海水，一边是火焰。最近关于央行要各大商业银行推出消费贷，很多人讨论比较多。关于消费贷，我也解释过很多回，我个人的这些观点。我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个 UP 主，他谈消费贷也很有意思，大家看视频。消费贷不会引发通胀，而是要保房地产和银行啊！你看懂了吗？截止到去年底，现存的消费贷一共是21万亿，经营贷有24万亿，一共45万亿。这45万亿里面有超过30万亿在2020到21年用在了买房子或者房地产经营上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些消费经营贷呢？因为疫情啊，在2020年为了帮扶个人和中小微企业，发放了这些贷款，利率只有年化3.3%到3.9%，当时的房贷利率是5%左右，房价还在涨啊，好多人就用了这笔资金，要么凑了首付去买房了，要么把房贷给置换了。很多房企也变相的拿到了这笔贷款去经营了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20年就出台了房地产3道红线，已经不给房企贷款了，但房价还能冲到21年年底才见顶，就是因为有30万亿的消费经营贷的加持啊。这些贷款的期限最长就是5年，今年正好是第5年了，集中还款的时间到了。今年有15万亿的经营贷到期，有5万亿的消费贷到期，一共20万亿的资金得还钱了，能还得上吗？大多数是还不上的，钱都在房子上出不来了。全国房地产市场贷款总额为38万亿，如果有20万亿的资金到期还不上，违约了，那银行的钱就收不回来，法拍房会迅速增加。现在很多房子法院都接受不了了，得排队，让银行自己先处理，银行也处理不了，那就进入不良资产了，那银行的业绩报表就会出问题。 A 股还靠着银行股撑着呢，这些房子如果陆续进入法拍，价格一个比一个低，也不利于房地产止跌回稳，所以只能给他们续贷或者换贷，把贷款期限从5年延长到7年，同时利率降到最低2.4%，为的就是给他们化债，稳住这20万亿啊！这和去年化解地方隐性债是一模一样的，把年化利息8%、贷款期限2年的地方
行隐性债给它置换成利息2%，周期5年以上的地方显性债。为什么要化解地方隐性债呢？隐性债都是地方城投从银行借的，这钱都投在了基建和房地产上了。化隐性债本质就是为了保房地产和银行啊。今年的消费贷不一样吗？就是给之前的消费经营贷续命啊，让房贷不违约，本质上都是在保房地产、保银行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啊。所以消费贷不是贷给普通人的，你要把这个当做救命稻草，非要去贷款，银行是很不情愿的，因为贷出一笔消费贷就赔一笔的钱，银行靠什么赚钱啊？靠净息差呀。什么是净息差？就是收入减去支出，贷款利息减去存款利息的差。放一笔消费贷，平均利息是2.9%，这是银行的收入；平均存款利息是年化1.6%，这是银行的支出。收入减去支出就是贷款利息2.9减去存款利息1.6，净息差就是1.3。那银行能赚1.3%，收入还可以啊，但这不是银行到手的钱，得再减去银行的经营成本，才是银行真正挣到手的净利润。银行有哪些经营成本呢？第一，人员工资、租网点的费用，大约是0.3%。第二是银行放出去要不回来的钱，平均不良率是1.5%，加起来银行的经营成本是1.8%。1.3%减去1.8%等于负的0.5%，这才是银行到手的净利润啊！也就是说，银行每放一笔消费贷要赔0.5%，不光赔钱，而且消费贷是违约率最高的一类贷款，因为它没有任何抵押，纯凭个人信用，所以银行不愿意干这个业务，都是让别人来干这活。你好，我是银行信贷部的，需要贷款吗？他是银行的人吗？不是，那都是中介。银行的正式员工才不会为了一笔小额的消费贷去大海捞针的去打call客电话的，这活都是中介在干。他们找客户来审查资质，他们挣的是手续费。除了中介，银行还会把消费贷外包给某某借条、某团类似这样的网贷平台。银行只负责提供资金，虽然挣的很少，但是没有风险啊。如果钱要不回来了，都是由这些网络平台来承担。网贷的年化利息平均在年化15%左右，一旦还不上，他们会通过获取你的通讯录、群发信息等各种手段来催收。就算有要不回来的钱，高利息也能覆盖他们的损失。现在让银行亲自来干这活，本身这贷款就不是给普通人的，再加上这活银行也没大规模干过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只能图省事儿，一刀切，就针对那些在银行系统上征信良好、有社保、没有负债、有资产的，给你2.6%的消费贷，只要你不符合要求，直接就不贷给你了。所以才会出现符合要求的人他不贷款，需要贷款的人呢他又不符合要求，着急贷款呢你还得去找中介或者网贷，这钱贷出来也都是去还银行了，借新还旧了，哪来的大通胀啊？日本零利息贷款搞了30年，不光没有通胀，还通缩了。在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，现金永远是最重要的。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数据从哪儿搞来的，但是他这么一解释，你就发现了为什么现在推消费贷，为什么5年变7年，为什么30万变50万？因为你要不这么干，那就很多人要暴雷，很多人现在就要还。5年前正好疫情口罩期间，那个时候发的这个叫什么经营贷，小微企业什么，为了帮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贷款，还有个人渡过难关贷款，而这些贷款现在都要到期，而这些人他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改变，甚至恶化。而如果你要不给他们续贷，给他们更低的利息的贷款，他们恐怕就扛不下去了。你应该这么理解，他们扛不下去，不是说人家婆罗门心疼这些韭菜，说你扛不下去了，不是，是这些人扛不下去，导致银行受不了，也就是为了救银行，只能给这些人续贷，把利息放低一点，让这些人你继续把贷款背着，你这要背着你每月还利息，那不他的贷款就没有不良啊，那报表还是很好看呢。实际上看我节目的就知道，这个消费贷一出来我就说了，可以说是斩钉截铁，真进去，政府的地方债要化解，所以搞了个12万亿。怎么化解？就是短债变长债，高息变低息，这不就是化债思路吗？也就是地方政府你可以发债，那债的利息很低，你从金融机构或者从民间搞来的钱的年化都是10%几了，那你说这地方政府也背不住，你就是从银行贷出来的恐怕也6%、7%，你这债才多少？3%，对不对？到头了。然后咱们这个债都是30年，还有50年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你看地方政府需要化债，那你这个消费贷实际上就给很多贷款的人，很多难以为继的人，不就帮他化债吗？这不就是化债吗？短期变长期，
对吧？5年的变7年，30万的变50万，利息2.5%，总有那些人他老受这个，我又没收入，我贷了款，我消费，我拿什么还？人家也没打算贷给你，你真要带着去消费，这银行真担心你怎么还。这个消费贷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叫置换，把原来的高息的贷款给它置换。当然了，它字面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字面是消费贷，可不允许你拿它去还按揭贷款，不允许你去还什么信贷。但是在中国，大家都懂的，所以很多专家、很多人真从消费这个角度去解读这个事情，你就知道这不就是鸡同鸭讲吗？这不就南辕北辙吗？这不就有点扯了吗？这个经济观察报他今天有个报道，记者叫田国宝，他说老旧房产抛售，卖掉老房子，房价暴跌30%，老房子正在被市场淘汰吗？他说随着房价和波动和租金收益下滑，一线城市不少业主选择出售老旧房产。多位房地产中介人士向经济观察报透露，春节后有一线城市二手房日均新增挂牌房源数量超过1000套，其中大部分为房龄较长的老房子。据悉，业主李建以420万元出售核心区30年房龄的房产。2024年以来，其所在小区房价从最高点的12万元每平米跌至8万元每平米，租金降幅超过20%，加之学区房效应减弱，他选择卖掉这套曾带来稳定租金收入的老房子。中介数据显示，多数区域房龄超20年的老房子成交占比仅维持在30%左右，次新房成市场主力，市场分化加剧，核心区老房抗跌性较强，非核心区老房价格加速下跌。业内人士指出，随着好房子政策推进，老旧房产贬值压力凸显，业主正通过抛售优化资产结构。经济观察报这个报道我们应该怎么理解？我看了这样的报道，实际上就是告诫自己，你想炒房，那现在是越来越难。你看这个老房子价格跌得非常快，也就是说你现在你买了某个楼盘，你说这个地方它楼面价就已经7万了，以后会涨到20万，先不说它能不能涨到20万，买了，等到你要卖的时候，一难卖，第二个价格恐怕不是你想象的。你看从最高点12万跌到8万，也就是跌掉了多少？1/3，这还是学区房啊。就因为它房龄越来越老，也就是很多人他买房子他炒房，你看周边新房价格呼呼的在涨，我一买到过2年3年，就是交房都要3年，对吧？3年以后我再持有个2年，就5年，我把它卖掉就能赚钱。你先别说这5年会怎么样，等到5年后你真卖的时候，二手房卖你不降价卖不出去。这网上有很多人网友吐槽自己卖房的辛酸的经历啊。作为业主卖房，因为现在是买方市场，很多网友把房子挂出去之后，因为卖房还受气，气的最后一怒之下房子不卖了，就搁自己手上。本来想把房子挂出去啊，如果有人买谈个价钱把它卖了算了，但是结果房子没卖掉，受了一肚子气。你比如说他本来320万挂牌价，就是挂出去看看有没有人上钩，结果中介跟他说咱们小区这房子不值这个价，早就跌了，你不知道，如果你要不改那就没人问，人一看320万就人家不看房，没有办法，为了有人来看，只好把房子改了，改成300万，结果看的人也不多，一个月顶多2个来看看，看完没有下文，人家都不说买不买，就没有下文，没有办法，一咬牙，毕竟290万卖掉，他可以拿这个钱在别的城市可以买套房，学区房，这样解决他的当前缺钱的这个状况。结果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靠谱的这个房客开口了，说喜欢这个房子想买，那卖房子肯定高兴。等了这么长时间，都7、8个月过去了，终于有一个人说看中这房子要买，结果中介说人家出价最高是220万封顶，就你不能超过220万，就这个人家还是饶了他10万。为什么说本小区已经出了一套跟他一样的房子，人家是210万卖的，你看就这个还是人家诚心实意给他涨了10万，否则210万，但是跟他的290万那差了70万，对吧？跟他的当初挂牌价320万差了100万，这业主卖房就这个煎熬啊！如果他这个房子是买的早，是吧？是200万买的，他倒无所谓。这个房子当初恐怕是300万左右买的，现在只有220万能成交。确实，如果你作为这个业主，你如果不缺钱，你缺钱那没办法，恐怕要卖。如果你不缺钱，那很多人一怒之下就不卖了，算了，我就搁在这儿租点钱，反正现在也就这样了，你还能往哪儿跌？很多人就会这么想，算了。但是越往后越难卖，这是趋势，没有办法，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因为人口在下降，谁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。所以说炒房要慎重。最后我们再看兴业银行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说房地产风险集中爆发，峰值已过。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说，3月28号，兴业银行行长
陈信建在2024年业绩说明会上表示，房地产市场风险还没有全部出清，但集中爆发的峰值已过。兴业银行持续推动振兴房地产业务风险化解，去年全年压降风险房地产项目敞口约143亿。兴业银行说的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兴业银行自身的问题。他说第一个，房地产市场风险没有全部出清，言下之意就是接下来房地产行业还有很多风险还多着，但是房地产这个企业这风险集中爆发的这种峰值已经过了。首先峰值过没过咱不知道，但是他说的这个风险还没出清，这个肯定的，雷还在爆，还有雷要爆，只是峰值有没有过我们再继续关注。毕竟雷不爆你是不知道这个雷有多大，你也不知道这个雷的峰值有多大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雷是哪儿爆多大，影响有多大，只有爆了才知道。毕竟恒大爆雷以后，恒大都已经爆了雷了，咱们的央行不有官员说了吗？房地产行业是好的，只是个别企业因为自身原因多元化经营导致资金周转困难，这不是普遍现象。这恒大都已经爆雷了还这么说，显然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严重性。后来是融创、碧桂园，对吧？这个大大小小房企全部爆雷，现在连万科都要国资委下场救，你能说这是某个别房企问题？新一轮这个房企的风险恐怕是以很多知名房企破产清算开始，沉寂一段时间的雷声恐怕又要响起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